上一集咧，我有講到我有一個客戶，佢咧就覺得，哎呀，即係10幾年前買嘅墊底費高端醫療咧，似乎呢幾年咧加個保費都相當多，未必負擔得到，所以咧佢就想轉一啲細啲嘅高端醫療嘅計劃嚇，例如佢本來係私家病房嘅，就轉做普通病房。以往咧冇特別咩網絡嘅限制，而佢可能轉新嘅計劃咧，就會有一啲網絡醫院啊，或者係喺大灣區都會有一啲網絡醫院啊，咁令到佢咧可以有機會喺唔同地區用一啲相對當地嗰個醫藥費會平啲嘅時候咧，咁嗰個保費就可以控制得到。咁上一集咧，我哋就講到咧個人客咧就啱啱喺申請想轉細啲嘅計劃嘅時候咧，5點鐘下晝5點鐘做完申請，夜晚黑11點就突然間個心好唔舒服，透唔到氣，跟住就入咗屯門急症室，亦都入咗深切治療。今日點解想繼續講呢個真實故事咧？因為我覺得當中咧原來有一啲知識咧，我自己都係啱啱先知。咁我覺得如果俾大家了解下，可能對大家將來咧真係緊急嘅時候咧，大家明白大約嗰個使費係幾多。當日咧，我個客人咧，佢夜晚黑11點幾去到政府醫院嘅急症室嘅時候咧，就知道係心臟個血管塞咗。打完顯影劑之後咧，姑娘就話俾你聽塞咗90%咁咧就好危險。但係佢哋咧就覺得，如果就咁幫佢通波仔咧，就個風險太高，驚嗰個血管都即係頂唔順啦。就覺得可能佢會轉移去威爾斯醫院咧去做搭橋手術咧，可能相對對個人客嚟講咧，嗰個處理性會好一啲。當個人客打完顯影劑，知道塞咗90%。嗰晚咧就冇做到手術嚇，咁因為第二日星期六日啦，咁咧就未咁快安排到。咁如果佢禮拜5、禮拜6、禮拜日咧，都係喺深切治療病房嚇，一路咧就即係黐咗好多嘢啊，就 check 住佢啲心跳啊、脈搏啊咁，就等待星期一咧就去威爾斯親民醫院就同醫生溝通下，會唔會用搭橋手術咧？嗰幾日咧客人咧一路咧都有一個擔心，就係做搭橋手術要開胸喎，即係好似係好大手術，同埋咧可能嗰個復康嘅時間咧比起普通通波仔咧會耐好多。人客咧就係52歲啦，男士啦，咁佢就諗有冇辦法即係唔使開胸咁危險咧嚇？咁佢就有同即係屯門醫院嘅主診咧就去溝通。咁屯門醫院嘅醫生咧就話：如果你真係唔想開胸嘅話咧，都有另外一個方法嘅嚇。咁我哋要額外用多一個儀器嚇，就去支撐住個血管，先至有機會做到呢個通波仔手術。不過嗰個支撐嘅儀器咧都要額外收費嘅。咁客人咧就問咁究竟我要用幾多錢啊嚇？原來咧喺通波仔嗰度，因為都未知佢入邊實質要用幾個支架啦。政府醫院咧首先就會收咗佢73000蚊嘅 deposit 按金先係啦。咁咧就到最後真實用咗幾多個支架啊，或者點樣做都好啦。嗰啲儀器費咧就即係真係做完手術之後先多除少補啦嚇。咁佢要先俾咗7萬幾嘅按金。第二就係如果佢真係唔做嗰個開胸嘅搭橋手術咧，額外真係必須要一個好精密嘅儀器去支撐住個血管去做嗰個手術，而嗰個儀器咧係需要23萬嘅資金嚇，客人係要自己俾嘅，係政府醫院喎先至可以減低到個手術風險。於是客人咧亦都自己啦有聯絡出邊一啲私家嘅心臟專科醫生啦，咁就問下第二意見啦。而佢自己認識個心臟專科醫生咧就話如果你真係唔做開胸手術咧，政府醫院嘅醫生咧係講得啱嘅即係你就唯有用嗰個特別儀器去做通波仔手術。
不過呢個特別儀器咧喺政府裏邊咧就收你23萬啦。不過如果你出到嚟私家，就算係大房，我哋都要收你50幾萬。咁如果你再做埋手術咧，大房咧齊頭點都超過100萬㗎啦。而且你由深切治療轉嘅車救護車又好，去到私家醫院咧，依段期間係有風險嘅。私家醫生咧都建議佢盡量就即係唔好話諗轉私家啦，不如就留翻喺政府度做啦咁。好啦，咁客人咧就個方向性就唔會去威爾斯做開胸啦、搭橋啦，咁留喺屯門醫院度做呢一個手術。但係喺政府醫院去做呢個手術咧，23萬再加7萬幾咧，個客人總共要攞30萬嘅錢俾咗政府醫院咧，政府醫院先至會同佢做呢個手術嘅。客人係普通嘅打工仔，突然間你要叫佢攞30萬出嚟咧，就算碌卡都未必可以碌得到。客人咧亦都有同註冊醫生表示都有啲難度。咁而當時咧，客人同我講咧，我都有即刻咧去通知公司賠償部啦，問究竟呢個23萬嘅特別儀器有冇得賠償啦？嗱，我哋咧係睇唔到嗰個人客嘅病歷啊！甚至乎我哋又曾經有嘗試問嘅註冊醫生，可唔可以有一啲基本嘅資料佢寫到俾我哋，等本公司知道個客人情況啦。咁但係又事實上係唔可以噶嘛嚇。咁變咗咧，我哋喺冇任何病歷記錄之下咧，其實賠償部去答我哋咧，都係好艱難嘅嚇，因為都唔知你究竟係咩程度嚇。咁我只能夠講就係，如果將來佢寫翻嚟嘅 claim form 係真係合理慣常，亦都係醫療所需，公司會唔會賠咧嚇？咁賠償部都好快咧，喺第2日咧就覆咗我，就係話嗰個23萬嘅儀器咧，如果真係醫療所需嘅話咧，都會賠償得到嘅，喺高端醫療嘅醫療計劃裏邊。但個難題在於咧，就係客人而家要自己先俾錢先。政府醫院咧，我哋做唔到免找數服務，佢事實上係必須要決定究竟點樣處理，亦都唔可以繼續喺度等咯。咁佢亦都有同註冊醫生表示，就係即係要佢突然間諗30萬出嚟咧，事實上係好有難度啦嚇。咁最後咧喺做手術之前咧，我註冊醫生甚至乎最高級嘅醫生都有見過佢。咁佢哋衡量過佢嘅情況咧，都因為係真係有生命危險，可以waive 到佢個23萬嘅錢係由政府出。咁當然個客就安心好多啦，因為佢只需要俾7萬蚊就能夠可以即係叫做到呢個大手術嚇。咁於是咧就即係做咗呢一個手術啦。做完手術出嚟之後咧，客人仍然繼續深切治療病房啦。咁亦都有打電話俾我啦，都好精神㗎。佢一路同我傾電話都即係都 OK 嘅嚇。咁客人係從來都冇落過大房嘅病房嚇。咁客人咧前後應該喺屯門醫院都住咗7日嚇。咁而佢臨出院前咧，佢都有同我講好開心，就係話因為嗰個手術都係幾危險性好高啦嚇。咁最後咧，根據佢哋做完手術之後咧，個病歷咧醫院咧通知佢咧連7萬幾蚊個通波仔咧都可以由政府去負責嚇，因為事實上佢呢個係絕對係有生命危險嘅手術嚟嘅。咁客人好開心啦嚇，咁即係真係唔使俾個30萬嚇。其實就算俾7萬，佢都叫應付得到嘅。但係你如果叫佢俾嗰額外嗰23萬，事實上客人係未諗得掂嚇。我都同佢客人講，我話你真係平時一定係做得好事多，個天咧對你咁好嚇。頭尾佢總共住咗7日嘅深切治療，跟住第7日就離開醫院啦，翻屋企休息啦。呢樣嘢我都想大家去留意嘅。市場上咧有啲危疾現金保障，佢會講話超過72小時嘅深切治療，或者有啲超過120小時嘅深切治療，可以或者賠到一啲危疾嘅現金保障。咁譬如好似我今次嘅客人咁啦，一般我哋就唔係咁多客話入深切治療啦，所以我哋嘅理解就覺得，
哇係咪完全喐唔到？插晒喉咁就係深切治療咧嚇。咁不過你話係今次我即係一路同個客人都有電話溝通，係直接對話嘅。感覺到佢係傾到偈啦，佢食到嘢啦，個精神狀態唔差啦嚇，只不過係唔俾佢落床啦。So far 即係又唔係我自己想象中深切治療咁恐怖喎嚇。不過佢住咗7日，相對可能有市場上某一啲嘅危疾現金保障咧，已經可以賠償到嗰筆現金嚇。呢個第一啦，俾大家知道。第二咧就係好多時啲人客都話我有喜事入政府咯嚇。但係咧，即係大家都要知，原來入政府咧都有好多儀器，尤其是而家咁先進嘅儀器咧，可能我哋都有機會要俾嘅錢先嚇。咁就真係好似我呢個人客咁，係咪去到有生命危險嘅程度咧嚇？如果係嘅話，先至有機會可以即係佢哋寫到 report，而寫到令到個客人有機會可以由政府去負責。咁但係如果你話我哋又唔係去到咁嚴重，咁就真係要自己去安排。呢個都唔係一個細數目嚟嘅。大家了解下，其實而家嘅醫療技術咧，事實上係好新啦嚇。不過咧，啲醫療儀器咧亦都係非常之昂貴即係好似呢個例子咁，政府醫院收23萬，嗰個客戶嘅司機生都講，起碼要收50幾萬。咁大家成日講話，啲高端醫療加價或者普通嘅住院加價事實上我成日都講，所有醫療 plan 就算你10年前買、20年前買當你入醫院用到啲咁先進嘅儀器嘅時候咧，其實保險公司都係照賠就冇話唔賠不過咧，保費咧，事實上佢10幾年前或者就算而家都係點調整都好啦。事實上佢哋又加唔到去到咁多補償翻呢幾十萬嘅即係新嘅儀器嘅費用。大家我哋叫做市場要平衡啦或者互相去體諒啦，點樣去調節咁亦都喺我上一條短片咧，我都講過即係有某一啲嘅 KOL 就用醫療保費嘅升幅就去做一啲短片啦咁。某程度上咧，我覺得都唔係事實嘅全部啦因為佢只係用嗰個保費嘅升幅，但係咧事實上喺市場上保費升幅最大嗰個醫療保險咧，實質個客人俾個保費咧就唔係市場上最貴嘅咁有陣時就客人就會好容易誤會咗啦。第一，第二，亦都我再強調就係唔同嘅醫療計劃 plan， 事實上大家嗰個服務範圍係唔一樣嘅。當大家嗰個服務保障範圍唔一樣嘅時候，點能夠憑一個保費去做比較咧？我都希望大家聽多啲，了解多啲先至咧去為自己咧度身訂造，做最好嘅決定咁而家年尾啦，年尾咧每一年咧可能唔同嘅保險公司咧都會有出即係一啲大嘅記事簿啦。過去呢幾年咧，我都有擺上去我哋 YouTube channel。如果真係個別有一啲朋友係啦，咁佢真係都覺得有用最緊要真係有用唔好浪費。咁就可以嚟我觀塘公司攞啦咁先到先得啦。我就唔係睇好多，不過我覺得如果真係有朋友需要嘅，咁你可以電郵俾我啦。郵費都貴㗎，過去呢1-2年我都有即係寄俾啲YouTube 嘅朋友啦。如果大家方便嘅就可以嚟我觀塘辦公室喺 reception， 你話低嘅時間，咁我擺低俾你啦。或者真係有啲長者，佢哋覺得福智月曆對佢嚟講係實用啲嘅咁都可以電郵話俾我知嘅。咁我都定咗一啲少量嘅如果大家方便行開觀塘嘅想要嘅，咁你都可以講低俾我聽，我都可以擺低喺 reception 自己去攞嘅，好嘛？係 Miss Chow 啦咁喺疫情呢幾年咧，製作超過365條保險知識短片啦，目標希望更加多投保人咧認同保險顧問嘅存在價值啦。希望我哋今日嘅短片咧對你有啟發啦。記得
subscribe 啦，同埋 follow 俾有需要嘅朋友啦。同埋如果你工作做得唔係好開心，你又好想份工有啲使命感，可以同客戶計劃未來，將開心安心帶俾佢哋嘅話咧，可以 DM 我，請我飲杯咖啡，睇下大家有冇機會成為合作夥伴，了解下我哋個行業咯。下次見。